你什么时候来找我？9月20号，还有10多天呗。又到了宿舍的休息。我过来搬拿，拆掉大概多少钱？他走人了，狗关系也有1000块钱，我算是过来玩这也无所谓，这边当然狗关系4000太多了。
是先买到那哈儿，买到莫里口岸那哈儿是吧？然后再从那边过会儿那再去版纳。说一下，莫喊我就可以这儿买票了是吧？你给那个人说一下，不去了，明天去版纳我就算了。我明天直接去版纳我去。谢谢姐姐哦，麻烦了。我还2天去，待在哪个城市干？我过几天和我师傅一起回老挝吧，明天再说。不是有你吗？还有钱。过去买火车票只要全部弄下来只要350块钱，加打车的费用450块钱。过去开2天电信房，舒服。笑的意思。只能像一朵向日葵，在夜里默默地坚持。我到那边上这条网站，点击了版纳境线。
Hello，在干什么？嗯，这几天生意还可以不？我今儿去泰国，他不准我去泰国。我知不道，看我坐公交车回了我，不准我去。现在没搞，他不准我进泰国，不准我入境。我应该去版纳，我应该去版纳，二哥他也走不到，四川版纳。我坐车来回700块钱。哦，我去泰国不准我去，我没有你有钱，我是跟港孩。我都是喊二哥搞。去泰国不要么钱，去泰国只要500-600块钱。但是他不让我进去。我去云南，我过去购机票只要350，回来购机票350，他不要走的关系。我问你，4个月，我去云南一下，我就可以到那儿待4个月。我老爸生意情况的很。我到菜馆还没吃饭，我早上起来准备搞完请假才去，他不准我进泰国。他们坐飞机可以，到这边不行。我不是到万象挨到泰国的，我打的车到那边去，他不准我去。然后你可以坐飞机入境泰国，但是这边不行。我护照又没遗失。看啥子？反正我没听过，我在那儿住1夜。我觉得我们把上个晚上玩一晚不要荒废。现在我这跟港钱没有你有钱，不紧张。有的。好。好吧，那儿玩2天。
有噻。